来看这条新闻，因为是真危险吼。伫咧半暝的时阵呢，国道1号上北97.5公里的所在呢，有3支大钢骨就落伫咧三座车道顶头，也造成43台车受伤。警方也当咧追查讲是倒一台货车落落来的。到目前为止呢，通报上千件物件落伫咧高速公路当中的案件。 车经过高速公路行车记录器翕到，驾驶看到车道有落落来嘅 H 型钢梁，完全袂符反应，闪袂符就弄掉。结果小连煞造成43台车体太压受损。全案共造成43辆车损，所幸无人受伤。本大队业已调阅该路段沿途之高工局 CCTV 及远通 E-TAG 门架影像，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到案。 代志发生伫初时透早环境40分，国道1号北向97.5公里的所在，现场有3台车分别闪入3条 H 型钢梁。警方表示，已经调阅高工局 CCTV 甲远通 E-TAG 影像，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到案。除了依规定这段执法，若有涉嫌公共危险罪责，会以事情函上地检署侦办。高速公路装载货物掉落致 肇事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1项第2款规定，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国道就发生9000件落物件的事件，8月发生大天片落落来，讲喙车辆正边挡风玻璃；10月，佫发生吊车突然闪落几下底的铁棒，碰到后壁的汽车，甲宝头落伫路上，互车辆过过单向 后壁来车，警方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，唔通超悬、超快、超长，还是超载。若互人重伤，相当会当处10年徒刑；一旦互人死亡，甚至会当处无期徒刑，还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